来看国科会和内政部合作，伫北部的大屯火山设立全世界头一个起伫火山顶悬的观测站。今仔日正式公开，希望打造一个有专业科学研究、佮有生态教育的场地，推广火山的知识甲防灾教育。我们这个火山观测站应该也可以成为一个科技跟自然公园、国家公园，然后科技、人文跟在地的一个结合的时候，我说这个一定要来做。我们的资源跟国科会的资源更加紧密的结合，那更多的科学家跟我们的国家公园来做这样的合作，我相信这样子的合作是真的是美好的。国科会指出，大屯火山是活火山，这个观测站采用 GPS 等系统监测大屯火山群的地壳。若准涂骹底有岩浆在流，就会当透过监测掌握上新的状况。